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桃园中立有一栋13楼的大楼受到地震影响，已经列做归楼，16户48人爱随迁走安置。花莲地震到当已经摇超过700届地震尾，学者警告，也是要注意可能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的发生。大甲妈要紧政府第3天经过婚姻土库关奖，即马已经来到嘉义成港下暗自驾奉贤宫，准备明仔载祝寿大典。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屏东东港的这只渔船风行鱼，初三讲要去花莲掠鱼，结果地震过就失踪去，但总算是传出好消息，讲伊找到船啊，海顺的护船回港。屏东东港渔船风行鱼船长初三和2个印尼渔工对东港出海，结果地震过就失去联络。海巡队拜六接到通报了后，就出动船舰甲直升机去倒找。总算在今仔中昼，伫鸟皮头的西南方45里的所在找到船啊，船顶3个人拢总平安。继续来关心花莲的地震起的这栋天龙市大楼，今仔继续咧拆。因这届地震，花莲有超过1400户去往大单列做归楼，一寡咧细厝的因为本身就毋是厝主，讲根本就袂使申请补贴，看有食无。馆长当时表示，只要你是实际咧住的住户，就拢会使来申请。花莲县国教处开设联合服务处，找白透早都未少人，真侪拢是细厝人。这残少者细厝3-5年，即马正做红单归楼，免继续住。搬厝都正做正重要代志。伊无奈表示，因为无符合资格，申请补贴是一直卡掉的。就还是需要帮忙吧。对啊，因为有光是那个什么政府的那个搬迁就安迁救助那一个，我们就很多人不合格了。那一定要户籍地所在地呀。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户籍都不在这边。本来4月3号要入籍，就崩就倒了。倒的时候，你人有居住在里面啊，就还没有。要这黄县市第3海关大楼买厝，初三要签户籍，用力地人就到位，新厝还未大，厝就先逼开，搁被判定是归楼。伊也调起来问。目前红黄单的大楼超过1400户受影响。花莲县长徐正辉表示，未来中长期大的问题，要向做合厝顶方向来规划。这一次是对人，不对屋主，所以这一次就是如果您有居住的这个事实，您是实际的居住者，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租屋补贴。除了受灾户有补贴顶悬的依然实情，厝甲正严重的天龙省大楼拆除作业也是一波三折，受地震尾加上落雨影响，进度一直延前。大港业者的各大型机构设备继续进驻动工，由顶悬向下骹一站一站来拆。当拆完这一层楼有这些物品拆下来，散落在这个我们的对峙区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用机具拨到旁边，让这些物品先放到我们这个保管区域去，让住户可以这一层的住户可以有机会先去那边做认领。拆除工程继续10多点钟，花莲县建设处也表示，考虑中心偏移这因素，为厝楼尾顶开始动工，一站一站停留检查，将财产的损失尽可能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天龙市大楼，起码是继续咧拆，不过因为一直有地震尾，加上理想饭店的大楼就伫咧边啊。技术工会嘛表示，这进度已经无法度去赶，逐步拢得来更新。现场上新的情形，咱连线和台记者陆尚如做回来了解。是主播观众，记者目前到伫咧花莲的天王星大楼头前，咱会当看到目前是正在拆这个第9楼的部分，但是这个工程呢，自4月初5开始拆，一直到今嘛，敢若拆好头前的部分尔，进度实在是有较慢。因为台湾土木技术工会是表示讲，因为今嘛目前伊的高度也有较悬，就惊讲这个暗门土角若是连落来会去击到边仔的立上酒店，安尼是较危险。所以在做这个工程的时阵拢爱正
诚谨慎，上无爱跳到7楼以下，才发度较紧的。另外，因为大楼当初倒的时，居民为着造成什么财物衫裤拢款袂付，长期在做公益的盲人基金会就透过民助理的理事长张东尧和花莲县议员杨华斌的协助，要寄付1人5000的慰问金，予天王星大楼的住户。列出来名单计共是107人，咱来看拄只现场居民的心声。冰箱、厨啊啥的，一项都唔拿。了啦，歹运啦。小灾该的。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有的都是只有1件裤子、1件衣服，所有的身家财产都在里面。那我们就是救急，好，那我们可以让他们买一些衣服，然后在生活上面也有一些就是可以来做生活了。所以我们积极的在找一些我们的社福团体来做帮忙。李定表示，目前基金会是先寄付50万，后续若是无共的部分会阁协调，希望讲互住户一寡安慰。也那大楼的居民是表示讲，这慰问金是加减补贴尔，希望讲阁来政府会当赶紧规划长期的安置方式，让因的生活会当赶紧恢复正常。以上是记者伫咧天王星大楼上新的连续报道，再来甲镜头交互主播。感谢记者上路的连线报道，继续来看到受到地震影响的，唔那伫咧花莲，伫咧桃园中立嘛有一栋7层楼的大楼向大红单列做归楼，内底有16户48人爱随迁走安置。也那桃园市目前有通报建物受损的有223件，其中有168件搁要等技术来鉴定。大楼两条有 X 型的裂缝，受花莲大地震影响，桃园中立区南横二路一栋大楼建筑物结构损害，被判定是归楼，被大红单停止使用。市府已经紧逼撤离安置住户，总共16户48人受影响。都已经搬去饭店住了，这那个墙壁都很严重了，里面都裂掉了，都裂掉了。他们2楼、3楼的房子里面都很糟糕担心，但是事情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彻底，对不对？对，我们今天把它弄掉，我们就可以了。北大红单这栋大楼已经40年有7层，1楼是超级市场，北大红单也停止营业，搬回撤离。设备条建物设计图等技术评估了后，继续补强或者是贴图定起。跟一般地震的常见的损害不一样，它的柱子裂成一个 X 型，通常是 X 型只有在墙壁才会出现。柱子要损坏的话，就是钢筋爆开。以南园2路这个案子，技师判定1楼跟地下1楼部分的柱已经严重的损毁，已经无法居住。桃园受地震影响，通报建筑物受损的案件有223件，其中168件需要结构技术鉴定。目前大红单有4件暂时无法度安全带，另外还有14件红单，建物有部分项目范围要暂时停止使用。经过补强鉴定，危险排除了后才用免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地震长期的中环的台北线林37便道，昨下晡是提早拍通，对今开始会开放中到12点，到下晡4点半，一天有2个时段会使行。花莲地震造成台北线林37中环便道交通中断，经过公路局各管干部单连续5天加班管制，将伫7中到3部抢通，并且伫下晡2点到4点半开放通行。从4月3号到今天大概5天的工作时间，公务段这边有加班赶工来做抢修动作。在今天大概4月7号早上在做最后的清整还有在我们那个身后的那个快速物人把它摆设完人之后，初步我们完成了中环边道抢通，在下午2点恢复班次的一个运行。中环便道原先是公路局基于人道的考虑，提供台中市内山地区的民众通行，加农产品运输的对外道路。地震过了后，6.8公里到23公里，有13个所在边坡放落来，其中16.4公里放落来土石车辆，有4200立方公尺。工程团队克服困难，伫7中到抢通。因过伊考虑要地震尾，透早开有落石，对设备开始到离为止，敢若开放中到12点，加下晡4点半2班次来通行。离地了后，就去看情况来调整。热胀冷缩比较容易有落石的迹象，而且我们要做巡路确认跟安全的检查。所以在早上7点的班次我们取消。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只开放中午12点跟下午4点半的班次。至于4月22号以后的状况我们再做滚动检讨来做处理。
真侪民众的车、警察车、工程车真紧开过，台北线、中环公路东段沿线也伫初7抢通，头一批向东铁路的车队顺利通过斯卡洞崩坑。公路局泰鲁阁公务单人员是伫路边比站来第一。记者综合报道。这届花莲地东泰鲁阁国家公园有真侪所在放弃，包括小水路甲沙卡洞步道，拢受到严重的损害，继续封起。有专家是表示，泰鲁阁因为经过大范围地动损害，可能是前恶复原。面对未来天灾变化，嘛建议要增加告示牌，增加避难指示。结果之间的路段遭雨土石砍到，原本清清的溪床，即马只看到大量的土石。地动过了后，泰鲁阁美丽的景色无坏，海拔大约60公尺的斯卡洞步道，即马互大石头带着。也有小水路、迪卡龙步道也严重受创。台管处表示，目前修复工程无法度有果。成立国家公园之后，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灾情过了。余震比较稳定之后，那我们的相关人员还会找技师等等，才能去看那个设施的一个状况。所以修复的期间确实是还没有时间表。泰鲁阁国家公园面积大约92000公顷，超过2000公尺的悬山，占专区的一半，兼具山景甲险峻的峡谷景色。当年去因数百万人次的游客来遮，即马长时间无法度开放，一定影响观光。天灾啊，你也怪不了水啊，这边就没生意了。针对目前泰鲁阁需要修园的状况呢，我们所有旅馆工会的会员，大家呢是支持的哦。如果政府认为里面的环境还是需要做一个检修，旅宿业者多数支持泰鲁阁确认安全才开园。有学者表示，这摆大范围地动损害，真歹一摆修复，那路就放弃了后，可能有个发生的现象。未来应该考虑正式提醒工具加避难指示。就是引导游客。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可以用指示牌的方式，或者是用提醒的方式，甚至用这个 APP 的方式来告诉游客，万一不小心或者是在发生同样的地震的时候，应该要到哪一个地方去避难。有学者也建议，相关单位要确实盘点桥梁山壁破裂等状况，修复时避免大型溃疡也是爆破，尽量甲大自然环境和谐处理，来稳固安全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地动嘛影响到在地观光，当地饭店4月订房率就下降无够1成。观光署目前嘛已经有初步的纾困计划，要提供用资贷款，达经上济50万。另外嘛协助受到地动实际影响到的业者去申请用资加周转贷款，上济3000万。花莲拄到强烈地动，天龙省大楼厝甲真严重，设备执行拆除作业，烦恼大楼放弃，会得到隔壁饭店现场打更牛加强耐震。花莲市区新开5间饭店受地动影响，外壁北路。另外边的饭店大理石态度规片崩乱，也有营业40年充满花莲人回忆的汉品酒店决定提前改起。花莲国军英雄馆伫地方40年，即摆南投地动灾前外边比较真严重，被打红单禁止进入，现场救防疏线目前休困1个月。不过员工对重新个营业无较乐观。我们在场是蛮乐观的，那我们员工是蛮不抱期待了。看这种情况应该是蛮严重的。我觉得毕竟快40年了。地动严重冲击花莲观光路上，中横泰鲁阁地区受创上严重，业者叫苦连天，烦恼无法度渡过难关。根据花莲县观光协会统计，地动过后4月订房率落差真大，目前估算无到10%。观光署已经初步有纾困计划，透过跨部会合作，提供旅游业纾困用资加救援，每间上悬50万，补贴期间是周转金支出相当1年，资本性支出相当3年，要方案协助受灾旅宿业用资或者是周转金贷款上悬是3000万加1000万。经济部它有成立一个就是这种协助的一个窗口跟辅导的中心啊。那我们一般方案就是像刚刚讲，就是直接业者去跟银行做申贷哦。我们是提供这样的保证嘛？振兴的部分是它马上推出了，会立即有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政府应该要去规划说，来第一个先纾困，如果可以成立专责银行来负责每个行业，那是最好嘛。如果说政府他不帮忙，那业者没有生意，那我们可能就面临到第一个一定要先裁员了，因为企业主也撑不住啊。
协会化社中央纾困救急方案应赶紧实施交由专职银行处理，新加观光旅游业贷款，欢迎发出员工薪水。随去透过在后后续配合进行方案，应赶hiệu大旅游的大规。记者综合报道。自从花莲地震了后，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已经有超过700届地震尾。学者是表示，25年前的921大地震摇过了后，规年就拢一直有地震尾的发生。拍算这届应该嘛是同款，也是要注意可能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的发生。山区边坎石头一直连落来，花莲7.2强烈地震了后，依然有真侪地震尾。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到4月7日早起10点，指定加上有感觉地震尾已经超过700个。不过，为监测当中也看到地震尾开始减少频率也放慢。不管是有感或是无感，我讲这个会但是它这个降低只是频率稍微低一点，在这个区域里面，未来这1年内还是会有规模6到7的余震，还是会有。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原来地震之前那种背景啊？一般我们推测大概可能要到1年的时间才会降那么低。学者表示，为921的经验，应知影迄时阵地震尾其实继续有1年。而且迄段时间还有8到10个规模6到7的地震尾，这摆花莲大地震规模达到7.2，所以推估地震尾也是真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地震已经影响周边一寡短暂的活动，虽然地震尾频率次数会慢慢减少，不过依然要注意可能是还有规模6以上大中型的地震发生的情形。另外，受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气济，气象署表示，7、8、7、9天气无稳定，无定时会落雨，加上北部、东半部感受小可较凉。花莲地区虽然落雨无明显，不过侪云，都要注意山区能见度会降低。并不是一整天都是大云的状况，可是其实时不时呢，云量多一点就飘一点小雨啊，偶尔有一个感受比较明显的小雨出现了以后呢，又雨停变得云多，这大概就是这今明2天比较偏中部以北甚至东半部的天气形态。气象署表示，到8、3水气才会大大减少，不过依然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或者方面呢，基隆北海岸依然落雨。拜四到拜日，整体天气回稳个回稳，不过金马地区开有低云或者是雾，影响能见度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地震主要搜救任务已经结束啊，也那这个任务当中，也有一阵辛苦的搜救犬，看伫咧崩沙了的喙石顶悬咧救人，有热心的民众咧问讲，是安怎无爱互因穿鞋咧？也看人员嘛解说讲，高的骹步是会当帮助判断在地状况的。然后因穿鞋，颠倒对安全甲救灾拢会真不利。搜救车一台登下屏东县长周春美超工来迎接。伫公投中心花莲之外搜救任务4工外特殊人员，车到暗时将有登来基地咯。没有什么路啦，但是我们必须就是要把所有的路径找出来。对受困的慢跑步这样吗？就是慢跑，因为你不能慢慢的啊，你会怕随时石头砸下来。捌伫北北风灾时，甲部落青年协助上百位民众走出来来兵团，即摆伫灾区爱受伤游客走到安全的所在。强烈地震了后，各地消防特殊人员随赶来花莲，也搁拼命救灾，唔拿人要遮个搜救狗仔。米娅是第一次，因为他现在才3岁半，也是他第一次坐那个军机去救灾。高雄出动的4只搜救狗仔内底，8岁 Roger 上侪岁。伊找到伫个石头甲石头旁内底来回一直找，找到是甲东部岛罹难者。看这搜救狗仔伫个石头顶边一直行一直找，有民众好奇乃袂互这狗仔穿鞋啊。专家指出，国内无适合高强度训练搜救狗仔所穿的鞋啊，凊彩穿反倒当增加受伤风险。林肯员是讲，狗仔脚掌袂遐小，并且行较会使。瓦砾崩塌的地方，它是非常需要抓地力，尤其是萨卡党这个崩塌的地形的话。如果他有穿鞋子的话，他甚至没有办法探知，这个地方到底是安全或是不安全。任务完毕。各县市消防队119队高雄市长陈其迈初7下晡也来迎接结束任务的特殊人员，为搜救狗仔送礼物，感谢这消防搜救人员甲搜救狗仔伫灾难内底真勇敢来抢救每一条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地震嘛，造成部分所在信号断去，就像讲伫咧花莲现象，都因为路断去，维修人员嘛真恶入去处理，所以数位部即马是甲3套计轨道的维持设备送去到附近运作。
这嘛是咱台湾第一届使用低轨道的卫星技术来支援灾区的通讯。利用直升机来载运设备，送卫部甲 TTC 电信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将3套低轨卫星设备送去花莲天祥。它本身有自己的电力，就是太阳能，所以它不会依赖地面的那个电网。不论说是跟那个使用者的卫星电话或者卫星数据机通讯，全部都是无线通讯，所以中间就没有什么缆线可以断掉。我们就有能力透过卫星当做中继站，去跟离我们距离很远，可能在灾区以外的那个地面中继站去进行通讯。在7.3发生的花莲强烈地震后，不少通讯设施受影响。其中花莲天祥地区因为交通断去，用要建造通讯高岛。低轨卫星功能用上做是太空中的基地台，无受地表天灾的影响，继续传出信号。中华电信将因部分的OneWeb低轨卫星终端设备甲 Wi-Fi、AP 提供予所卫部使用，也加做台湾第一摆将低轨卫星通讯用来协助救灾。我们今天要去实现高轨道卫星通讯的话，我们需要用的那个地面设备就比较庞大。低轨道卫星通讯，一方面技术上有很大的问题，第二话就是成本问题。低轨道卫星单颗的视线范围很小，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提供连续不中断的服务的话，我们不能够只用1颗卫星，就迅速追踪、迅速切换。可能也因为马斯克对中俄这些国家的态度而有一些疑虑。不过最直接的还是法律规范层面的影响。电信管理法就规范这些公司在落地之后，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可以超过49%。SpaceX 只愿意设置独资公司。以低轨卫星来看，Starlink 的卫星数量较知名度搁较悬，毋过要落地也搁要符合台湾的相关法规。另外，中华电信是伫去年11月跟 OneWeb 签约，未来数位部才会单位，也继续甲民间业者合作，强化数位韧性，确保拄到紧急状况也维持通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甲妈绕境证休，今仔是第3天啊。目前妈祖的銮轿已经来到嘉义新港，夜暗就会自驾伫新港的奉天宫。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互咱的记者郑家豪，咱做伙来到热热。是主播记者家豪，目前人伫咧新港奉天宫的头前，咱拢知影讲大甲妈祖9天8暝绕境进香第3天的终点站来到新港奉天宫。第4天呢，就是咱的祝寿大典，也就是咱所讲的祭祖这个仪式。所以呢，在这第3天，真侪海内外香客拢会赶伫第3天来到位，也为着要款待这香客呢，在地居民善心团体，因发起着这点心站的活动，想要来提供真侪好食的物件，咱来看因是安怎准备的。我来这破也只破20几天啊，就感觉讲吼，大家来到这拢足热的，所以啉夜子的这课佫会退血。所以我就想继续一直做。阮是新港的真心服务团队，今年已经是第5天服务咱所有的妈祖的信徒。阮今年除了物资以外，我嘛有募到将近50万。大家拢非常期待食阮的素食煎饺，所以阮今年有准备6000粒的素食煎饺，佮有2300份的面线糊，4000份的素食油饭。欢迎所有妈祖的信徒来到新港佚佗。唔知偌济咧，1000。我煮10斤啊，往来煮10天，还有今仔日。摊客出来，我煮10天。啊，偌济斤？哦，我唔知几斤，等17人，往来变超1000块。以上。我们是在地的，我们3姐妹是在地人，然后就是，这个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了。对啊，我们想说就是服务香灯脚这样子。对啊，我们有。在台北我们有卖红豆饼，对，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所以就回来做红豆饼。所以等来故乡卖这车轮饼。我们是跟香客结缘。跟香客结缘。对，我们这个不是卖的哦，我们所有看得到的这些器材是1年只做1次哦。咱常常听人讲一句话，讲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Discovery 将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列作是3大宗教活动之一。在大甲妈祖进香内面，咱看到咱台湾人是上界水的风景，邀请咱的所有观众朋友呢，一生当中一定爱来行一届大甲妈祖。以上是记者郑家豪伫咧婚林馆长嘉义新港的采访报道，咱将镜头交转去予咱的主播。感谢家豪的报道。咱大甲妈绕境进香一路上是有真侪虔诚的信徒来随香。花莲东华大学因为受到地震影响，学校的实验室嘛受了啊，损失是真惨重。大学生对彰化来出发，对大甲妈随身载一个募款的条码 QR code， 希望替学校来斗装定建资金。
甲顶悬有印丁建关钱全号 QR code 抓帮排列，5个读花莲东华大学学生，因为校校受到即摆地震的影响，理工学院实验室互毁过小小气，因着为中华出发对大家妈做绕境，希望帮助校校种着顶建基金。就是大家看到牌子就会停下来多看几眼嘛，然后也蛮多人帮我们加油跟支持的，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然后发给他的亲友，这样子就大家给我们蛮多帮助的。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大家顶南宫妈祖绕境进香的第3天，初7暗时8点左右，通过西里大桥入去到分灵馆，因为拄到连假大桥广场数万人接驾，现场是闹热滚滚，一直到暗时11点才自驾西里复兴宫。清明免这的关系，人足济，侪点心传的物件拢无够，因为爆量，西里个人流将近50几万人。大家妈祖的銮轿自驾西里复兴宫了后，就起驾，设备沿途经过好买的土库原种顶乡镇，今麦已经到嘉义新港，暗时歇伫洪天宫，找到透早8点举办绕境进香结束大典。记者王伟雄为您报道。过来看宜兰的纵轨一台箱仔车，本底是要载一群高职学生去上课，煞伫咧中兴三路甲高捷路口，和一台修理车相撞，车顶8人送院急救，加载是拢无大碍。这事故的原因，搁来调查。驶这台箱仔车的驾驶伫咧路口看到旅行车是大声喊，不过也是袂赴打挡啊，直接撞到。这个箱仔车顶悬还搁载10个高职的学生。救护车赶去事故的现场，学生拢已经落车无掉咧内底。宜兰总为一台载高职学生上课的箱仔车，伫咧总为中兴3路甲高捷路的路口，甲一台旅行车相撞。相撞的声音，附近的居民拢有听到。嘣这一声啦，嘣一真大声呢。那上班的人啊，上班的人。实际上，伊什么车嘛无看到，伊车头就弄一个你迄个桥，就比迄边迄个钢个咧啊。这台箱仔车是劳动高工甲劳动高伤学生的家长做伙出钱请的，要解决总为偏乡交通无利便的问题。车顶包括司机拢总11个人，有8个人送病院，加在拢轻伤，学生已经回去厝里休困。共8人受伤送医那所幸经过轻伤送医治疗之后都已经放假休息。那警方对双方实施将双方的酒测值均为0。警方初步调查，相反的驾驶无食酒驶车，若详细事故的原因也会调查。相关违规的部分查证认定了后举发，也提醒民众经过无号志的路口的时阵，要有防御驾驶的概念，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到，以色列昨是宣布对加沙的南部抽退，不过伊嘛强调，这是为着要重新布排，准备要攻入去哈马斯的上尾一个地点拉法。另外一方面，伫咧埃及的敲击之下，以色列甲哈马斯嘛拢已经派代表团，准备新一轮的停火会谈。照片起来拢是死亡的气味，连动物伫咧遮拢活袂落去。当以色列军方宣布自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撤军，甲对哈马斯地面部队的关键阶段做收尾，也搁甲驻军人数减到以下冲突以来上低时阵。所以诚侪在地居民就想要返去家己的厝，也毋看到的拢是帮壁破遐。فيها سلوك الغام بتاعت الانفجار ولقينا لهم من الجبل مش عارفين كيف نشيله。以色列军方讲，即马要讲歪烧热啊，也搁早，甲哈马斯的战争会继续。因若对有伊朗威胁讲，要对叙利亚大使馆遭受空袭的死伤事件进行报复，以色列已经做好防范。הכוחות יוצאים החוצה ונערכים למשימות ההמשך שלהם. צה"ל יודע להתמודד גם עם איראן, בהתקפה ובהגנה. נערכנו לכך עם ארצות הברית ושותפות אסטרטגיות במרחב. 伫以下冲突满半年的时阵，以色列撤军犹原是正重要的代志。以色列军方这么有消息传出讲，军方犹原有相当数量的部队针对加沙，包括哈马斯领袖辛瓦尔的故乡在内地区，继续展开有针对性的行动。伫过去几礼拜以来，以色列一直讲要伫咧拉法发动地面攻击。不过，这座城市这么有收容庇护差不多140万的加沙人，超过总数的一半。若想要进攻这个城市，一定会引起全世界注意，包括因主要的盟友美国。这边撤军的行动，至少会让减缓各方面的压力。目前伫咧埃及
级协调下，准备新一轮的停火谈判。以色列甲哈马斯拢有派代表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讲到中国今年的清明嘛，休3天，各地拢出现旅游的人潮。官方统计，全国旅客来往都超过7.4亿人次，是比去年成长超过5成，嘛比2019年新冠疫情进前增加要2成。旅客总消费嘛有将近540亿人民票，比疫情进前增加要13%。真侪游客伫店内选买物件，上海这间购物广场，前面连假涌入真侪人客，商场也用各种拍摄特定商品上架拍到5折来带动买气。我从山东来的，也买了运动装啊，好多啊，刚开始逛啊，还想买东西很多啊，都有购物清单。我们这次节假日的客流的话，对比我们平时是在4倍到5倍以上的，整体的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今年的3天清明连假，中国各地出现旅游的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旅客出游量超过7.4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53.5%，甲2019年新冠疫情进前来比，也增加18.9%。这么侪出去佚佗的人，也反映伫消费成长上。根据中国文化甲旅游部统计，拜4到拜6的3天连假，国内旅游总支出达到539.5亿人民币，换新台币2400亿，比疫情进前增加12.7%。那因为进前冇有外国游客反映，伫中国消费支付拄着困难，北京一间文创店就表示，最近1个月继续优化路卡付款的方式。原来呢，我们主要是能刷2类卡 ，Visa、Master， 现在增加到了5个卡种，包括 GCB、美国运通都是可以进行刷卡支付的。另外，最近实行的电子支付，中国文化甲旅游部指出，因为各国拢有电子支付等产品，要实现技术互动无困难。不过，主要问题是伫外国游客，绑定中国行动支付系统的定数较复杂，会探讨安怎减少外国游客绑定的时所需要登录的资讯。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伫咧英国塞文河的出海口，因为月球甲太阳互相牵引的作用，加上喇叭形的特殊地势，今年会发生超过250间大楼甲大楼的现象。伫咧这个月中，佫有出现在地人所讲的5车级的大楼，是吸引不少的观光客来遮取景，享受刺激。It was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I've seen a 4-star before, but never a 5-star. So yeah, it's incredible. 伫咧英格兰西南部塞文河的出海口，12即天河的两边有真侪民众甲媒体，有人是来看，有人是要来翕这正罕见的5七级塞文大雕。伫空拍画面会当看到真侪冲影加西独步走的人，对着大型冲关起嚟，看甲真清楚。I've seen bigger waves and smaller waves, but I've never had so many waves that if I don't catch that one, that's the end of the whole day. 塞文河通往英吉利海峡的出海口，地形是喇叭形，也就是本来正宽，慢慢变做愈来愈弯。伫咧地球加太阳的引力作用之下，河水的周期性发生起起落落的海潮现象。一年差不多有250遍到260遍。As they travel up the river, they become shorter and higher, and then they eventually break and create these bores that people like to surf on. 海型冲入去较尾河道时阵，时速差不多10英里到13英里，规模上大的悬度会达到2公尺，拢是发生伫咧春秋2季。大型按照强度甲规模分做5星等级。因若今年即个这场上悬等级的5星大景，而且也是最近5年来第一遍出现。英国是伫1955年设计第一遍有人伫咧塞文河的出海口冲影，上资料就愈来愈多。2006年有一个查甫人史蒂芬金，以7.6英里的距离，做塞文大雕上远的世界冲影纪录。迄当阵伊总共用1.997分钟的时间。同款这种海雕的情形也发生伫咧南美洲亚马逊河的出海口、北美洲的科罗拉多河顶地。因若上有名的，同时影上悬的是中国杭州的渐冻港大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是继续咧滚。今年国内就医的人数就是这10年以来上界多。刚台南市一礼拜急诊的患者就增加2成。尤其最近经过实验室的监测，
表明讲这肠仔病毒也继续伫咧社区当中活动，提醒家长就千万爱注意。透早伫台南立仁国小教室内底，卫教老师当咧教囡仔正确的洗手方式，因为要预防肠病毒，用杀菌正确的洗手上重要。囡仔嘛去水槽轮流斟酌洗手。平常在家，就是老师也都会教正确的，正确的洗手方式。在家一进门一定是叫他先去洗手。对啊，就常洗手。最近肠病毒疫情滚价，台南市第10个礼拜肠病毒门急诊有310人次就医，搁后一个礼拜就增加到367人次，比前一个礼拜增加18.39%。全国肠病毒门急诊就医有6732人次，是最近10年以来同期上悬。我们的肠病毒个案其实就诊的人次确实在增加，目前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属于轻症的个案，接下来会越来越热，然后已经陆续有一些就是肠病毒起始疑型，在台湾各地有被分离出来，所以其实要特别注意后续有没有肠病毒起始疑型引起的重症。除了台南以外，高雄嘛为着要强化民众对肠病毒的防疫认知，特别去幼稚园内底卫教，教囡仔安怎预防肠病毒。肠病毒有一个特性就是酒精的消毒比较没有效果，大家用这个勤洗手，然后环境消毒也要用漂白水即马当进入肠病毒流行的季节，台南市卫生局强调，目前台南市也未出现重症个案，呼吁家长就要随时提醒出内底囡仔爱接洗手，嘛要注意个人甲囡仔的卫生，甲肠病毒的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台东是有民众发现讲，10几年前拖来台湾的外来种会长金家菊，佮开始咧死过生。台东县估计上无到17公顷拢爱扣掉。金家菊伊和摩天星是生做真相共，若是无细入去目地回粉，互伊的幼母走入去咱人的气管内面，恐惊就引起过敏。台东市建农里大学路迄棵梨的小路啊，有一种看到像满天星的金家菊白色的花，长咧大开，而且拖到1公里远。里长讲，演过就知影即种外来种的草啊有毒性，伊要甲全地草剂。不过，伊阁会为紧的所在重新阁发出来，生命力真强。嘛影响其他的食物，然后它底下都是有小的，然后它一整群，它就会占据了这个植物，就永远都是变成因胶菊的世界啊。10多年前，全台湾各地都捌发生金家菊入侵，经过防治已经无拖到遐凶。不过今年伫台东县各地阁小连续发现，基本的南仔地都有规片当伫咧大开的金家菊。县府农业处统计。目前通报专管已经有超过17公顷的金家菊爱清除，不过无排除会出现更较侪，准备要动用100多万中央补助的经费来做清除。原本的计划是成功、池上以及兰屿，那我们还是会再召开各个公所来协调各公所所需要的一个清除面积来做一个调整。农业处表示，金家菊是国际公认的毒草。4月至10月是伊开花的时期，白色焦色绿的花就亲像满天星，若无细枝会入唔着去，而且若吸到或者是输着伊的花粉甲幼毛，会造成人体过敏的反应。呼吁民众若伫野外看到金家菊，都唔通去甲摸。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关心高雄前镇的新草地地区，早期是鹿港的违建部落，当地住户多数只有地上权尔。有民代就指出，当地拢是旧铁厝，连救护车都驶袂入去。那万不一发生意外，这后果是不堪设想。住伫1个月租金2000块的铁厝，天棚比一般徛价搁较低。每讲名的租客讲，真翕真热是日常，就含即个地动嘛感觉厝摇甲真大力。较低啦，伊隔落板啊来个房啊那，我伫内底我也无咧想要走啊，我内底跌落来。对，你看有盆栽，有花坡，路本来就不大。前镇区的新草地部落，早年因为高雄拆专业、临海工业区发展，真侪外县市落港来遮大，嘛互当地聚落出现真侪违建。市府伫9当前制定着相关的条例专案，卖3104户公有地，期限进前阁有303户无来买，嘛互当地真侪档拢无改变。有的巷仔是甲消防车、救护车无法度入来，就要靠人力来接，门牌号码嘛黑白跳。有些可能就是因为转让太多次，
地级也有一些问题，甚至2020年遇到疫情没有钱。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违建还是很多，有一些消防的问题跟公共安全的问题。在合法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权人的情况下，目前的都市更新及围绕条例的优惠都比过往的新草亚自治条例来的优惠。民代讲，有人是因为厝真侪改转让，天灾放弃无到认定等等的状况无来买，希望市府搁再协助，嘛爱改善着公共安全。市府即是回应，民众申告的期限已经过啊，若要采取着违诺改建，还是多建的定数，公办主办拢会当会由都法局来全力协助。记者王刘婷在香港报道。讲到艺人黄子佼向亚康涉嫌强制威胁等罪，判伊不起诉。昨暗阁有受害者刊出长篇的文章，讲17岁时向黄子佼侵犯，嘛搁再引起议论。惊黄子佼以违法去买贻笑性影像，判缓起诉2年。调查立委嘛要讨论修法，希望会当搁加重罚。艺人黄子佼去年甲前面涂红坡涉犯强制威胁等罪，得到无起诉。暗过17暗时，各受害者客女透过称字的长文表康，17岁时阵互黄子佼侵犯，引起大家议论。黄子佼太太孟耿如各关所有的社群媒体，因为检方搜查黄子佼的时阵，发现伊为不法论坛卖性影像，其中7部牵涉贻笑，判缓起诉2年，互各界批评处分伤过轻。那立委也安尼建议修法，希望加重罚则。如果是以对价关系取得青少年儿童的性影像者，那应该处以3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年以上就没办法缓起诉。他购买跟持有儿童或者是少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性影像，我们来增订相关的罚则。根据即马贻笑性不法防治条例，持有贻笑性影像人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3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并无特别规范买人的法律责任。妇女团体就呼吁修法应该更加完善。我没有去打破这个供需链的情况之下是不够的，应该对购买的持有者应该是比较加重他的刑罚的。妇女救援基金会指出，黄子佼买影片来源是进前被查到有台版恩和房的称呼的性犯罪网站，因讲是助长性犯罪产业的强犯。咱应该参考国外司法体系建立持有、散布、翕、制造贻笑性影像的犯罪量刑标准，也加强源头查缉，将达到协助甲预防。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湾的生囝率是世界上介低，为着要让少年人安心生、放心饲，你看伊透早专案报告，调查立委拢认为应该参考日本的做法，制定查甫人的育婴假，提案修法，增加囡仔8岁进前，家长嘛会使请的亲职假。去年台湾新生儿人数只有13万多，高创历史新低。虽然政府实施未少育儿补助，也是有未少少年人选择唔结婚、唔生囝。有立委认为，敢若靠补助真歹有成效，应该让少年人会当兼顾职场甲照顾囡仔，就放宽育婴流程弹性，提悬男性参与育儿比例，建议学日本的做法，促进家庭分工平权。员工超过100人的公司，并且这大概5万家去制定而且公布男性育婴休假的比例的目标，是不是？他这样子才可以彻底的从上而下的带动整个企业文化。我觉得可以来参考了。未少女性入柜主张，即马妇女8礼拜产假应该延长到14礼拜才符合国际趋势。另外也提案修法，增加亲职假，囝儿8岁进前。家长会当请亲职假，阁会当依需求用日也是点钟来请假，互囡仔破病也是临时停托的时，有搁较侪时间陪伴，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肠病毒这个问题，就常常花掉家长可能要请个5天。那常常都会是他们一个在劳动条件里边，他们会觉得对他们来讲比较不这么好，所以有没有考虑延伸到8岁？就是要牵涉到修法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示范原则的部分，我是觉得可以
可以放因为宽。柯明春强调，过去育婴留停假每一摆以袂当少于6个月为原则，110年已经放宽限制。改造时上低只要有30天就会当提出申请。今年3月，更加订定弹性育婴留停新试办计划，雇主会当互劳工以5日还是7日请育婴留停，也会当单日申请。原定5月上路试办，因为各方意见无同，会收集更加侪意见了后，才公布上路时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南嘉义的小人文化园区，今年举办儿童艺术节活动，毛甲在地庙市金东店合作，规划阵头体验，希望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咱台湾的信仰文化。家长甲囡仔换衫，身躯顶穿的是亚钢钉生动的服装，因要扮做上天青成的样，这种场景伫乡口市景才看会到。这阵小人文化园区伫连假办儿童艺术节活动，其中参金东店合作，庙方提供集书衫，另外馆内有浸水式的家庭展览空间，要互囡仔用五感触鼻的方式，联捌家庭的艺术甲文化。有看过蜈蚣针，我们有检汤过，但是我们没有做过，我们这一次要来体验看看。在那个牙缸哦，那个波比，新年的波比，有一些像是在地宫庙文化，还有一些像是家将的我们在地的镇头文化，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嘉义区在地的镇头。亚钢钉是古早咱们溪流行就米表舞的特色顶头，最后过去沿海常在咧做大水，溪流嘛定咧改道，这种现象在地人就甲号做青梅蛇。文书工作者讲，相传亚钢的顶刷，尾少伫西港麻豆客家小人甲土城乡，拢通看到亚钢钉会伫乡顶头前咧辟邪。其中金东店的亚钢钉有201.8公尺，百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过上长的，拢总有108个上天青神来组成。阮的王爷指示讲爱装天公地刷，较有够力，而且这天公地刷是先天的封神榜内底108个天公地刷，囡仔装做天公地刷的板，然后坐伫迄个亚钢病顶悬，安尼来压迄个刷吼。靠够力。各地有无同的艺术文化，小人文化园区指出，未来继续参在地庙宇做交陪，办更加侪无同形态体验活动，要互民众理解文化丰富内涵。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过去的公道联署，拢是用联署单来签，那用到真侪纸无环保，嘛常常去用条伊讲，可能有找人来代签的来灌水。为了要解决这挂虑，中选会电子联署系统拜三就要正式上线。未来公道提案闹过，就使就网来联署。讲究环保的时代，大项拢在转电子化，即卖连公民联署也通用线顶来进行啊。中选会拜一宣布，公道电子联署系统自4月初10开始正式上线，互未来公道案的提案人加一款方式进行联署。提案人的领衔人可以同时选择用电子联署和纸本联署2种方式来并行征求联署哦。那也可以只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征求联署。民众只要把自然人凭证插入去电脑内底，输入身份证号码和自然人凭证拼码，就会当联署。中选会说明，电子系统有自动查验的设定，未有重复联署同一个提案的情形。另外，若提案人选择用纸本和电子的方式同齐进行，纸本的联署同款会有查验的定数，民众免烦恼无细字会去重复联署。针对未来投票，敢有机会用电子系统来进行？中选会表示，目前也是会采取传统的投票方式。就成案之后投票的一个办理，现阶段的一个法律规定，还是属于传统的投票方式。公道电子联署系统为4月初10会在10点开始正式上线。中选会表示，一直到4月30下晡5点，拢是测试的阶段，会开一个试用的画面，互民众上网用看卖，嘛鼓励民众将使用了后的感想写互因知，做伙互电子系统愈来愈完善。中选会也提醒民众，目前的电子系统因为需要用到自然人凭证，敢若会当用电脑进行联署，未来手机的部分嘛会阁继续开发，望互联署的过程愈来愈方便。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4度，
中部地区22度到28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15度至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静安，夜暗7点，咱再相会。